国民党的党主席10月18要改选，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今仔去领表，强调讲会拍拼来整合南北。伊嘛批评民进党的两化论述，强调讲抗中是无法度保台，和中才有法度。另外，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甲郑丽文嘛伫今仔去登记。加油！加油！要胜选。由中共党组长周小康陪同，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10月正式到国民党中央领表，要投入国民党主席改选。郝龙斌表态，若出线会团结南下，加做南北整合的推手，也过也强调，要参加20日国民党主席选举第一场辩论会，各将炮灰对准民进党。民进党一再强调的抗中保台，这次大罢免已经清楚地告诉大家，抗中保台是骗局。我们真正要保台，要怎么保台？和中才能保台。甲郝龙斌同款要竞争党主席的罗志强甲郑丽文，也表态伫选举过程未党内互拍。郑丽文正式到党中央登记，特别出军系基层小天，强调年经改革后，军系受真大的委屈。要甲郝龙斌分抢军系选票，意思真高。过去这几年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也被民进党因为年金改革受尽了不公平的待遇跟羞辱。这些我们都要还他们公道。罗志强是由包括王宏伟等南亚立委同齐陪同登记，因为郝龙斌进前方手期可能不利南北合。罗志强也先替郝龙斌讲话，强调家己参选都是要完成两大任务：团结国民党，下架赖清德，这是我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2大任务。协调蓝白的在野党。我相信罗志强是一个值得托付的选项。前中华县长特别员也正式登记参选，顺丰学校校长张阿忠是会选伫最后2日19登记。20国民党主席选举第一场辩论赛，为了会聚焦伫安怎整合在野力量、中反执政甲两化论述，争取台湾和平甲安全的议题上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